運動係可以促進大腦入邊神經營養因子 BDNF 嘅表達。BDNF 係一種對神經元生長、分化同埋存活具有重要作用嘅蛋白質。佢能夠促進新神經元嘅發育同神經元之間嘅突觸連接。研究表明，抑鬱症患者大腦中嘅 BDNF 嘅水平比較低，而運動就可以通過增加 BDNF 嘅表達，改善神經元嘅可塑性，進而調節與情緒相關嘅神經通路，減輕抑鬱症狀。